教區天主教教育委員會主辦、澳門智慧教育協會支持嘅2025廣州人工智慧教育實踐與應用學習交流團喺呢個月嘅27號成行。嚟自澳門天主教學校嘅大約30名領導同中高層人員，先參訪咗內地提供人工智慧企業同產業數位化轉型服務嘅科技公司，點樣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到教育領域。並且由華南師範大學教育資訊技術學院教授放山雲介紹當前 AI 技術喺教育嘅應用場景。團長教區天主教教育委員會辦事處主任陳霆鋒表示，舉辦呢個交流團係因應近年澳門嘅教育改革，已經將人工智慧教育加到非高等教育嘅課框。佢希望透過今次學習交流團，能夠讓天主教學校領導層或者前線老師有機會得到啟發。嚟到呢度就即係學習同埋就係交流啦。咁當然啦，完全吸過去就唔係我哋嘅原意。不過希望就係透過一啲我哋學習去有所啟發。咁未來我哋喺課程嘅建構啊、學科上面嘅改革啊，以及就係學校裏邊人工智能賦能方面呢，我哋可以再多一啲嘅思考。所以組織咗今次呢個交流團。學習交流團亦都到訪咗廣州市海珠區昌崗中路小學，旁聽咗人工智慧賦能教學嘅公開課，了解應用智慧紙筆教學點樣達到師生即時互動、即時數據反饋同數據匯總分析嘅目的。聖若瑟教區中學5校校長黃建文表示，喺交流過程亦都留意到團員對新技術嘅興趣，希望返到澳門之後可以研究點樣引入部分設備。因為平日我哋喺課堂入邊啦都好關心每個學生喺學嘅過程當中啦，可能會有唔同嘅進度噶嘛，係嘛咁？但係老師喺咁短時間，你要了解每個學生佢嘅唔同進度啊、難點啊，咁事實上係有啲嘅困難嘅咁而家透過大數據啦。透過資訊科技啦、AI 啦同埋呢個智慧紙筆咧，就可以實現到喺短時間學生作答，系統已經可以追蹤到佢作答嘅成果啦，並且可以做一個智慧批改咁呢個唔單止係大大已經係減低咗即係老師嘅功夫之外咧，亦都可以實時去了解到學生嘅作答。咁如果你話有啲學校可能去用 iPad 電腦咁但係為細個嘅同學仔去到小學，長期對住個 mon 又唔好喎。咁而家其實佢都係用翻我哋傳統嘅工具，就係紙同埋筆咁已經可以做到呢一點啦。所以我自己係比較深刻嘅，亦都見到團員咧比較一直係圍繞住呢方面佢嘅技術啦、價格咁樣去詢問啦。咁都希望即係我可以翻到澳門都可以睇下係咪有呢個機會可以引入喺部分嘅年級入邊啦去實施。我相信對老師學生喺學與教上面咧會有好大嘅幫助。而聖德蘭學校校長劉少華更加關注未來學校可以點樣解決推動 AI 教育所需要嘅龐大資源，以及喺 AI 教育應用下點樣保留人本教育嘅特質。咁我覺得其實為教育界嚟講真係一個大革命嚟嘅，係同埋即係其實呢一方面都值得我哋好多思考，即係佢哋嘅整體嘅配套啦、設施啦，係由政府層面咁樣落到去學校嘅，咁同埋嗰個 backup 支持都好多嘅，咁呢個都係值得我哋去討論。譬如澳門點樣去推動呢一個資訊科技教學，特別是 AI 嘅應用咧，亦都真係要翻去有一個比較大嘅討論同研究咯。即係 AI 其實係一個輔助，但係佢唔係一個取代，所以我哋喺教育上面應該我哋個方向係以人嘅發展為主，而唔係以一個科技去帶咗個人。啲科技技術可以代替咗好多嘢，但佢代替唔到嘅就係一個人嘅思考同埋一個人嘅情感同埋一個連結咁。我覺得呢個仍然都係要喺教育裏邊為我哋學生打好個底。如果唔係佢將來出到去社會嘅時候咧，好容易就淪為科技嘅技術員，而唔係從人嘅社會發展角度去諗呢件事咯。學習交流團喺參觀咗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之後，圓滿結束咗今次嘅活動。